好啦，咁我哋咧05分啦，咁而家咧我哋就開始今日嘅內容啦，亦都係叫做引爆直覺3日超感官覺醒挑戰嘅 Day 3。咁而今日咧就主要咧係想大家能夠成為能量嘅主人啊，因為過往高敏體質咧，可以話係被能量影響你，令到你冇得做自己，即係呢一個你係被能量控制，並不是能量嘅主人。咁所以我哋今日 Day 3咧，就想大家能夠咧可以轉做個角色互換啦。之前俾佢玩咗咁耐啦，而家咧我哋就開始要成為呢個能量嘅主人。咁啊，亦都見到有朋友仔分享啦，反而多咗頭痛啦，有啲好瞓咗啦。咁每個人嘅反應暫時唔一樣嘅。咁咧，因為我哋叫做學習呢一個能量過程當中啦，未必一下子能夠清理啦、淨化啦同轉化。咁咧，亦都要一步一步嚟嘅。咁咧，我哋亦都今日咧想睇下大家今日學到 Day 3啦，究竟個成果會唔會同第一日唔一樣咧？因為第一日我哋玩嗰個手感噶嘛。今日咧都會再玩嘅，睇下啲第3日玩嘅咧，會唔會已經有一啲不一樣？好啦，咁我哋開始今日啦嘅內容。今日嘅內容咧，主要建立防護罩啦，專屬嘅防護罩啦，開啟更高嘅潛能啦。即係除咗我哋將我哋嘅容器不停咁樣要持續練呼吸法之外，有冇其他嘅方法令我哋可以啟發我哋更大嘅潛能？除咗幫助自己之外，甚至往後已經有能力幫助他人咧。因為高敏體質咧有個先天嘅優勢咧，就係已經本身可以對能量嘅敏感程度啦係比較高，咁學能量係會比較快啦同容易嘅。OK，好。咁咧呢一幅圖就非常之中二病。好，好啦，同埋咧嗰個淨化方法啦，我哋就未做嘅，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做咗佢啦。因為今日嘅練習都多，所以我哋而家咧亦都去直接開始去練呢一個嘅淨化方法啦。咁呢個叫琉璃光體觀想法啦。咁啊，大家當然可以坐最舒服嘅姿勢啦，唔需要企嘅，揾個位坐得最舒服就得噶啦。咁而咧，我哋會亦都會帶大家做一個簡單嘅靜心啦，咁然後去體驗呢樣嘢。咁我先講個步驟先，陣間會叫大家頭殼頂咧想咗一個巨大發光嘅紫金色太陽，咁然後呢個能量好似瀑布咁衝落你嘅百會穴啦，進入你嘅身體。好啦，入咗你身體之後咧，會將你個腦海裏邊嘅大腦嘅雜念啊，去沖刷，變得平靜。然後就開始流向你嘅頸啦、膊頭啦、雙臂啦、胸腔啦、腹啦、雙腿啦，一直去到腳板底。咁又觀賞到之外咧，身體嘅每個器官啦、肌肉啦、骨骼啦、細胞啦，甚至 DNA 啦，都可以轉化為一個純正啊、通透啊、發光嘅琉璃。琉璃即係好似玻璃咁樣嘅，但係係高級版嘅玻璃，即係一啲反光啊、有啲不停咁樣受到光嘅照射嘅琉璃。OK。咁咧，亦都可以想象所有嘅病氣啊、濁氣啊，俾呢個光沖晒出去，進入大地。最後咧，你就會成為一個純正嘅乾淨嘅琉璃體嘅人啦。咁啊，亦都內外通透，冇一絲雜質。咁呢個咧就係淨化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咧亦都開始啦。咁我都知應該有啲同學仔可能會晏少少嘅，不過唔緊要，因為今日嘅內容都算多。咁我哋就開始做呢個練習先啦。好。咁咧，我哋一嚟就閉起雙眼先啦，亦都調節下呼吸嘅節奏，然後專注呼吸，嘗試感受每一次呼吸空氣流動嘅感覺，將你意識帶動去鼻孔嘅位置，感受吸氣嘅時候，空氣經過你鼻孔進入你嘅身體，有咩感覺感受？如果嘗試感受每次呼氣嘅時候，空氣由你嘅體內，由你嘅胸腔經過你嘅鼻孔飛呼出，我哋能唔能夠感受到自己體溫？將我哋嘅專注力、集中力全部擺晒喺專注呼吸。
而家亦都嘗試將大家意識放喺丹田嘅位置，純粹意識守住喺丹田，每一吸每一呼，感受呢個丹田嘅能量。如果呢一刻你坐得未夠舒服嘅，去調整下自己嘅坐姿。好啦，咁而家大家可以觀賞一下你頭頂嘅上方有一個好巨大、好巨型，散發住紫金色嘅光芒嘅一個太陽。當你觀賞呢個太陽嘅時候，感覺下你個頭殼頂或者你身體俾呢個紫金色嘅太陽照住嘅時候，身體有冇感覺或者感受？如果比較敏感啲嘅對能量嘅話，咁你應該可能會感受到你嘅頭頂啦、膊頭啦，可能會有啲太陽曬住熱熱地嘅感覺嘅，感受下呢個能量。咁呢個時候，你只需要繼續凝聚呢一個能量喺個太陽嗰度，越嚟越光，越嚟越熱，越嚟越大，係紫金色嘅太陽。呢個紫金色嘅太陽，呢個能量開始好似瀑布咁樣，佢流出啲光，傾瀉去到你個頭殼頂嘅百會穴。呢個能量第一時間進入你嘅頭殼頂，會經過你嘅腦袋啦，你嘅頭啦。呢個能量而家喺你嘅腦海裏邊開始流動，佢能夠將你一啲大腦嘅雜亂啦、擔憂啦，沖刷乾淨。去感受下呢個能量，而家你嘅頭嗰度有咩感覺、感受？有冇發熱嘅感覺？咁頭殼頂嘅太陽仍然保持住嘅喎。咁我哋繼續做深呼吸，大家唔好忘記呼吸，因為有時同學仔冥想嘅時候或者觀賞嘅時候，個呼吸唔記得咗，記得提翻自己呼吸，鼻吸鼻呼。好啦，然後個光順流而下，繼續經過你嘅頸，去到你嘅膊頭，去到你嘅雙臂、你嘅胸腔，去到你嘅腹部、雙腳，一直蔓延到你嘅腳板底。想象呢個光去到流經嘅地方，去經過每個器官，去到你嘅肌肉、骨骼、細胞，將原本喺身體一啲唔純正嘅能量轉化為純正、通透、發光嘅紫金色嘅光，而俾呢個光沖咗嘅黑色嘅濁氣、病氣，都俾呢個光帶動去你嘅腳板底。咁去到一個湧泉穴嘅位置，開始流向大地嘅深處。湧泉穴喺我哋嘅腳掌1/3嘅位置，即係前掌1/3位置。想象呢個位置，將所有嘅病氣、濁氣，透過呢個金色嘅紫金色嘅光沖刷出嚟，流向大地。呢個紫金色嘅光一路沖刷嘅時候，你會見到自己嘅身體慢慢變得越嚟越乾淨，越嚟越通透，開始發出個流離嘅光，好似玻璃咁，係一個好靚嘅識得流動嘅光。
你變成一個光體。我會俾5分鐘時間，大家感受一下呢個光喺度沖刷住嘅時候有咩感覺、感受。好啦，如果做完嘅話，咁我哋而家咧開始做3個深呼吸。做完3個深呼吸之後，喐下啲手指，感受下自己嘅身體，然後將個意識慢慢帶動雙眼位置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就可以打開雙眼啦。
好，咁我哋咧就完成咗呢一個嘅淨化。好，如果完成咗嘅就打一字，我知道咗先。嗱，打得好快啊，大家完成咗打一字，一講呢個已經見到個一字。好啦，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如果即係方便嘅話啦，亦都可以打下啱先嘅體驗當中有咩感覺感受咧。呢一個咧係觀賞頭頂有個太陽光啦，落嚟嘅金光、紫金色嘅光咧，其實係變化嘅，睇下你自己中意邊一種嘅能量啦。有啲人會想像一個紫金色嘅龍啦，由你個頂個百會衝入去都得嘅。咁當然呢啲已經係有唔同嘅誒叫做能量喺裏邊啦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嘗試先用最基本嘅，都係紫金色嘅光先。之後如果再試咧，可以試下用唔同嘅方法觀賞，個體驗應該係好唔一樣嘅。好，同大家分享下感覺，啱啱又係好眼瞓，有少少暈啦，但係好舒服，好啱瞓前咁樣做。瞓前咁樣做咧，大家應該會進入咗深入嘅深度睡眠啦。咁亦都會比較容易提升翻免疫力嘅，係咁都幾好嘅。好，咁大家可以繼續打你嘅感覺啦。咁我亦都會繼續分享住先嘅。有同學仔好眼瞓，比較靜同埋定到。嗱，如果比較難靜嘅朋友仔咧，咁亦都可以做多啲呢個練習，有啲頭脹脹啦。咁啊，主要咧，如果頭有脹嘅話咧，陣間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方法啦，嘗試清咗一啲過多嘅殘留能量都得嘅。咁好啦，今日咧主要因為係想教大家保護啦，先講有保護同冇保護嘅分別先。嗱，如果我哋冇呢個保護嘅話咧，最重要嘅問題係啲乜嘢咧？嗱，喺我哋印象中成日都要講能量保護嘅，但係能量保護咧，通常我哋人體咧係有個叫氣場嘅東西，去幫助我哋免受外邊嘅能量干擾嘅。咁而呢個我哋叫做免受外間能量干擾嘅氣場咧，係有唔同嘅厚薄啦，有唔同嘅大細，唔同人有唔一樣，甚至有唔同嘅顏色嘅。咁而呢個氣場咧，佢能夠 block 咗一啲能量嘅影響，佢不論好與唔好咧，正常都 block 嘅。即係例如有人話啊，想傳輸好嘅能量俾我，但係如果我唔同意啦，咁基本上個能量嘅干擾咧就會變得好低。咁而呢個氣場就不論好與壞嘅能量，都唔會俾佢干擾到你自己嘅。好啦，咁如果假設我哋冇咗呢個氣場會點咧？我哋會好似情緒海綿咁樣啦，身不由己，你身邊嘅人啦，所有嘅負面情感情緒啊，都會塞晒喺度。然後你會好似攞住一啲好重嘅吸咗水嘅人咁樣啦，然後你亦都好難去有動力噶啦。咁而呢一個亦都係啱提到啦，你開始漏電啦，好攰，然後思緒好雜亂啦，然後好難做決策啊。然後你就好想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可唔可以呢個世界唔好咁嘈啊？咁樣就會有心底呐喊呢種聲音啦。咁然後亦都將所有人哋嘅唔好嘅能量啦，開始吸收之外，仲會開始變咗一個垃圾桶啦。本身海綿吸咗之後啦，最慘係啲咩？因為你吸收咗呢一個頻率啊。如果大家有學過吸引力法則嘅話，當你擁有呢個頻率會點咧？就會自動吸引埋負面嘅人同事啦。OK，即係變咗係一個無限都本身就自動吸，吸完仲要繼續有呢個頻率咧，就吸得更加多，無限循環啊！呢個就係咁，然後長期係咁嘅話，身體就好似一個戰場咁啦，出現一啲不知名嘅症狀啦，有頭暈啊、肩頸痛啊、消化不良啊、皮膚問題啊、過敏啊、慢性疼痛啊。咁呢一個嘅身體咧，已經發出咗最後嘅警告啦。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，呢個能量系統通常都越嚟越不堪呢個負重擔啦。即係如果我哋繼續長期落去，咁啊身體嘅問題只會越嚟越大啫。好啦，咁亦都睇翻啱有啲同學仔留言咗，啱啱嗰個淨化感覺啦。咁睇下先，紫金光好似風火輪喺周圍嘅黑霧中旋轉，全身都係痕啊，好熱好痕。好，做緊嘅時候身體溫暖啦，有麻嘅感覺啦，做完覺得好清爽喎，咁都幾好喎，做完有種好 fresh 嘅感覺。
咁唔同人有唔同反應啦，大家唔使太介懷啊。有好多啱啱開始接觸能量啦，都會話啊點解會熱啊吉啊麻？其實唔得太介懷，呢個感覺咧，你先去體驗咗先。透過你學習身心靈嘅道路咧，你會體驗越嚟越多啦。咁你發現咗其實個體驗能量嘅體驗咧，唔係最重要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喺呢個想像喺觀賞光係由頭進入嘅時候啦，啲光好似瀑布咁灑落嚟，哇！咁呢個好正喎。啲光灑落嚟嘅時候，通常個感覺係比較舒暢嘅，全身好似好柔和嘅光啦，左肩感到痛。喺個喺有個圈轉走啲唔好嘅嘢，即係有啲嘢係咁轉下轉下啦，轉走啲唔好嘅嘢。做完晒，而家有少少頭重重，係啦。咁呢啲咧，我哋亦都有時叫做能量療愈啦，叫好轉反應。咁而我啱啱有冇咧？因為我今日做咗個俾人哋做嗰個療愈啦。咁亦都身體咧啱啱做呢個練習嘅時候咧，身體唔同嘅區域有間唔中嘅一陣陣嘅痛嘅。首先可能呢一個胃突然之間刺痛啦，大髀嘅膝頭哥啦，呢一啲位置又好似突然之間俾針吉啦。然後亦都可能會個手彈彈下啦，咁而呢一個咧，我哋都叫做好轉反應嚟嘅，即係幫你調整緊能量而出現。咁當你嘅能量頻率開始轉變咧，影響就會越嚟越少，咁啊好轉反應就唔會咁劇烈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冇氣場嘅時候就會出現啱講嘅問題啦，即係有啲身體嘅病徵開始出現啦。咁如果呢個時候你都唔正視佢咧，其實身體會有更加大嘅問題嘅。好啦，咁當然啦，有能量保護嘅優點，亦都可以令你情緒更加穩定啦。外邊啲人情緒幾咁吶喊啦，你都好似心如止水，不受影響啦。你嘅能量咧係可以節能同保鮮啊，即係你可以進入呢個慳電模式，你亦都可以有持續嘅能量去運行啦，天然地吸引咗一啲嘅好事啦，因為你已經唔受外邊能量影響啦。你可以吸引翻一啲你想要嘅人生方向啊，你想要嘅朋友啊、事業啊、愛情啊、人際關係啊等等。咁另外啦，亦都會可以提升你嘅直覺與感知程度啦。咁而其實我相信咧，高敏族咧去學嘅時候，呢一個係提升得最快，感知力同埋一啲嘅感應力啦。咁所以我今日第三日咧都設計咗個咧，好想知道大家嘅感應力呢幾日，即係呢三日啦，今日第三日啦，個能量感知度有冇提升嘅？好啦，去到第五點嘅優點啦，就係可以自動建立一個人新嘅個人邊界啦，即係你可以 say no 啦，呢啲嘅能量係用能量 say no 喎，唔係個人，係能量嚟嘅。好啦，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安定嘅存在啦，因為如果你個人本身安定咧，你本身自帶一種能量、一種頻率咧，可以令到身邊嘅人個人都定啲嘅。嗱，如果我本身能量受干擾嘅。咁然後假設你又有小朋友啊，或者一啲嘅屋企人啊，佢都會受到你呢種嘅能量影響嘅。咁所以如果我哋穩定咗呢個能量啦，你會發現咗身邊嘅人同事會自己變好咗嘅。係啊，咁呢個叫做本身就係一種貢獻，就係你好似一個能量發電機啦，能夠提升自己能量之外，令到提升到埋人哋嗰個咧，咁呢種就叫做貢獻啦。帶嚟正念啊、正向嘅思維啊等等。好啦，咁咧亦都教第一個保護方法，叫光之守護法啦。咁而呢個係最簡單嘅，咁啊當然可以預告定呢個係個最 basic 嘅，大家都可能會聽過。咁我今日咧會教多兩種呢一個保護嘅進階。一個叫做濾網啦，即係將啲能量好嘅入嚟，唔好嘅就入唔到啦。另外仲有個叫反彈添啊，係即係啲唔好嘅能量啦，就彈翻轉頭啦。即係人哋可能想你唔好嘅，你唔需要想像人哋唔好嘅，即係唔好嘅能量翻嚟咗你身上啦，翻去啦咁樣，即係叫做去翻去源頭嗰度咁就得㗎啦。咁呢個咧其實鏡像嗰個反彈啦，我諗緊教唔教好嘅，但係因為上堂平時都冇教開啦，咁啊都趁住呢個機會啦。可以分享，因為大家都應該唔介意一啲多嘅技巧啦，咁所以都想分享下。因為點解我喺上堂唔教咧？因為上堂因為好 we run 嘅，其實呢啲程度已經去到。咁如果大家覺得
越 V 運咧就唔想去靈性嗰方面發展，咁所以咧就比較少講。咁所以今一次咧就啱啦，因為大家本身尋日都問過大家中唔中意呢啲啦。咁我相信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咁學埋都冇壞嘅，即係我哋叫做免受能量攻擊啦。咁亦都好多學生有時都會問我，其實你行走江湖咁耐，會唔會俾人能量攻擊嘅咧？咁啊或多或少都應該冇啩，係啦。咁啊只有咁樣講咯，係啦。因為就算有都好啦，我都唔會理嘅啦，都係翻轉頭嘅啫，邊度嚟就邊度去。好啦，繼續啦。咁啊，先講講嘅守護法先。咁啊，最好咩時候用咧？出門口前啦，可以靜坐1至2分鐘啦。咁啊，然後陣間咧，帶領大家又係深呼吸，想像個光源喺我哋嘅下丹田啦，即係直情丹田啦、臍輪啦。咁啊，或者心輪都得嘅。總之一個好光嘅光啦，凝聚呢個能量。咁呢個咧反而花多少少時間俾大家用1分鐘左右，陣間凝聚。然後就開始擴散，由頭到腳，好似個蠶蟲咁樣啦，可以慢慢好似啲絲線咁樣擴展落啦。平時咧就好似個光波散開嘅啫，即係一個光打開。咁今次咧有少少進階咗嘅，就好似個絲蠶咁樣開始噴啲光嘅絲出嚟，織成一個能量嘅保護網。OK，然後要設定個意圖，呢個光咧就係你嘅神聖嘅空間。OK，咁我陣間會讀一次呢個神聖空間嗰句嘢，咁大家陣間心裏邊跟住念就得噶啦。咁我會叫你哋念3次嘅，係，所以我會慢慢講嘅，唔會好快嘅，所以你哋跟到。咁咧做完之後咧，感受下佢啦。咁今次呢個練習咧，個時間亦都俾5分鐘就完成啦。咁我亦都講埋咩時候用啦，出門嘅時候嘅做好能量保護啦。咁尤其是高敏嘅去啲公眾場所啊、地鐵站啊、火車站啊、商場啊、人多擠迫嘅旺角啊、尖沙咀啊等等、觀塘啊，咁就可以做定先啦。咁呢個方法取決於你有冇感覺同真實程度，唔係想嘅，係用 feel 嗱。大家成日都會話，我係咪諗就有咧？去感受下有冇。咁而好多學生主要都會問咩問題咧？究竟個能量而家仲有冇啊？其實基本上一問低呢個問題咧，都真係要再整過噶啦，因為你已經 feel 唔到，應該先會問。咁所以最簡單，你 feel 到咧，就唔需要再整個新嘅。如果 feel 唔到咧，就重新再諗過一次就得噶啦。咁熟練咗之後啦，1、2個呼吸就搞掂，唔使1、2分鐘噶啦。咁正常人一初學就要少少時間去熟習呢個流程咁解，同埋啟動呢個能量。好，咁啊一樣啦。咁我哋先閉起雙眼啦，做下深呼吸先，3次深呼吸。將一啲雜亂嘅思維擺埋邊，將我哋意識帶翻去身體裏邊，記得放鬆身體，集中意識係個口訣啊！集中意識嘅意思，專注某個點，都已經叫做集中意識啦。例如你係集中喺眉心輪啦，集中專注呼吸啊，集中你意識擺喺臍輪啊，都一樣做到相同嘅效果。當然個感受唔一樣，因為你嘅意識擺唔同嘅地方啦，你嘅感官感受就唔同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大家將你嘅意識帶動去丹田，然後想像呢個光開始凝聚啦。咁有啲似啱啱個太陽嘅，咁不過呢一個咧，我哋就擺喺我哋嘅臍輪嘅位置觀賞呢個光。觀賞完啦，開始想像凝聚，有啲能量開始凝聚喺你嘅臍輪。你甚至可以嘗試做一個簡單嘅嘗試，將全身所有嘅能量咧，都帶動去你嘅臍輪。手指腳趾嘅能量去到臍輪啦，我哋嘅眉心輪、頂輪、其他所有脈輪嘅能量都移去臍輪，即係丹田嘅位置啦。甚至腳
雙腳啲能量都凝聚喺丹田喎，即係而家你身體其他嘅軀幹咧，能量係唔需要俾太多佢，專注晒、集中晒、想像晒喺你嘅丹田位置凝聚，不停咁樣心諗住意識諗住凝聚，放鬆身體，我記得凝聚晒、壓縮晒喺你嘅丹田位置。好啦，我哋凝聚完之後啦。而家喺呼氣嘅時候，想像呢個光芒從呢一個丹田為核心開始向外擴散，形成一個橢圓形，好似蠶一樣嘅光罩，由頭到腳每一個位置都能夠包圍住你。咁只需要咧呢個大細係遠過你嘅身體一隻手嘅距離就得啦。即係假設你伸直你嘅手，然後呢個氣場嘅大細就係你伸直咗最遠嘅位置。而家一條一條嘅絲光嘅絲線，幫你編織緊你嘅能量網。咁記得呢個光咧係流轉嘅喎，因為光嘅絲線喺度不停咁樣旋轉。初頭可能得一條半條，後尾咧係好多條喺度同時間旋轉流動。每一次呼氣就記得將條線帶動你身體，包圍住你自己。你甚至想像自己好似個星球咁，側邊有啲能量環繞住你，係光嚟嘅，能夠保護你嘅白色光。咁俾多1分鐘大家時間去想像呢個白色嘅光球。好啊，咁下一個步驟，我哋就用呢個意圖啦，設定呢個能量嘅光係有咩用途啦。咁大家只需要默念就得啦。你可以心裏邊默念呢個光係我嘅神聖空間，只有愛同埋正面嘅能量可以進入，所有唔和諧、負面嘅能量都被阻擋喺外邊，或者能夠俾呢個光轉化成一個好啲嘅能量。再次設定一次，呢個光係我嘅神聖空間，只有愛同正面嘅能量可以進入，所有唔和諧嘅能量、負面嘅能量都被阻隔在外。好啦，我哋再落多次意圖，呢個光係我嘅神聖空間，唯有愛同埋正面嘅能量可以進入，所有唔和諧嘅負面能量都阻擋喺外邊。嘗試感受下呢個能量。
同埋記低佢，感受完記低呢種感覺。因為我哋如果下次再次想開啟翻呢個能量網咧，你其實喚醒翻呢種感覺咧，就係一個加速嘅開關掣。記得呢個感覺，然後下次要用嘅呼喚翻呢種感覺，或者諗起翻呢種感覺，個能量網會馬上開出翻嚟嘅。咁當然，我哋一般練習能量會建議連續練21天嘅，最少都嘗試記低呢種感覺。完成咗之後，做3次深呼吸，然後將你嘅意識帶動雙眼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就係張開你嘅眼睛。好，完成咗打一啦。我哋今日嘅行程非常之緊湊，然後記住呢種感覺，唔好俾佢消失喎。係啊，打字都好，唔好俾佢咁快消失喎。有時候我會一路行一路諗住呢啲嘅感覺嘅，即係初期嘅時候，因為學習當中，好，大家都七七八八啦，應該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加強呢個光嘅能量啦。咁啱啱嗰個叫光之守護法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咧亦都可以將你嘅意識啦，即係將個光嘅網咧變做一個濾網，佢只能夠進入美好嘅能量啦。你可以設定邊啲係美好嘅能量，你想進入咩能量，你自己 set 嘅。咁呢度有幾個例子啦：愛嘅能量啦、喜悅嘅能量啦、靈感嘅能量啦、財富嘅能量啦、愛情嘅能量啦，都可以嘅。但係記得係正面啦、開心、快樂。意圖保護1個月，咁就睇翻你會唔會諗個感覺冇咗？OK，一開頭應該保護未必有1個月咁耐嘅，係啦。應該我諗預大家一開頭學可能2至3小時已經好犀利嘅啦。好，咁另外啦，亦都定義翻一啲唔好嘅能量，唔好俾佢進入啦。例如焦慮啦、不安啦、他人嘅能量啦、他人嘅情緒啦、憤怒啦、恐懼啦、悲傷啦、環境嘅負能量啦，你可以直接咧控制呢一個關閉佢，唔俾佢進入。咁點解呢個會有用咧？記唔記得我哋尋日講嘅能量 formula 啦？呢個心就等於你嘅意識頻率，所以你就由你嘅心定義咧，你想進入同埋唔進入嘅能量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學識控制嗰個調節你嘅頻率啦。好啦，咁而家你可以繼續閉起雙眼啦，諗翻光色嘅嗰個光嘅網啦，去嘗試想像你嘅光嘅網咧，有啲嘅濾孔啊，即係一啲嘅濾網嘅半透明嘅濾網啦，可以揀進入咩能量，亦都考驗下大家擘大咗眼之後，再合翻埋眼，光嘅網咧會唔會冇咗？咁大家去選擇一啲美好嘅能量進入啦。我繼續舉啲例子，愛嘅能量啦，喜悅、靈感、平和、平靜、感恩，一啲嘅財富、健康等等嘅正面能量，能夠補充身體能量嘅，有助於最純正嘅光，咁亦都可以進入你嘅身體，亦都歡迎呢個能量進入。同時要設定3次嘅，記得你想要好嘅能量，講3次。如果你發現你第二次講咗唔記得第一次咧，咁即係其實呢個設定唔夠穩固啊。
設定完啦，記唔記得啱啱個重點係咩？感受。假設而家有啲喜悅嘅能量流入你身上，有咩感覺咧？一個正面、正念、好嘅能量進入你身體，有咩感受咧？想象一下，感受下，感受行先嘅。設定完之後，我哋亦都設定翻一個負能量不能進入啦。一啲嘅恐懼啦、焦慮啦、他人嘅情緒啦、環境嘅負能量啦，甚至一啲負面嘅惡意攻擊啦、批評啦、悲傷啦等等嘅負面情緒不能進入。咁大家設定咗之後啦，咁就咧去感受一下呢一個嘅能量，睇下佢嘅光嘅網咧有冇變化，佢會唔會變咗色啦？會唔會唔同嘅形態啦？正常當你加咗能量咧，你個光嘅網應該自動會變樣嘅，即係佢可能已經唔係一個蠶蟲嘅形狀，佢可能會多咗啲窿窿俾能量進入同埋鎖住佢，同埋記低佢嘅形態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亦都可以自己做3次嘅深呼吸。做完3次深呼吸之後，亦都可以將你嘅意識帶動雙眼，準備好咧就可以慢慢打開雙眼啦。咁你亦都咧可以喺你嘅我哋叫評論區啦，打下你而家個保護網已經係變咗咩顏色啦？會唔會唔係光點咧？係咩形狀形態咧？因為每個唔一樣嘅，因為呢個叫做專屬嘅保護網，每個嘅保護網係唔一樣嘅，正常。3角形幾特別喎個形狀。好，咁睇下大家做完未先？而家做完嘅等我一字，就等我大概知道做完先。哦，變細咗，包圍咗，貼身咗，咁幾好啊！收細咗氣場有冇着數嘅咧？我會覺得都幾好嘅，因為有啲人會練習個氣場收窄啲啦，代表啲咩咧？個氣場冇咁容易散咗啲能量出嚟，冇咁嘥電啊！哇，感覺帶電同埋火嘅蛋形好型喎，不過加減後冇咩改變，即係形狀冇乜改變冇所謂嘅，係啦。咁啊有啲電同火係感覺應該幾良好啊！我以前初頭嘅保護網都係火多嘅，同埋啲電有啲似龍珠啊嗰陣時。好，咁啊繼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我亦都講定下一個嘅技巧啦。下一個咧就係鏡面啊，反彈呢個能量。好啦，咁可以彈啲咩能量咧？彈一啲投射去你身上嘅負能量啦、情緒啦，甚至惡意念頭，唔去幫佢處理個能量啦，原封不動翻去轉頭就得噶啦。OK，係啦。同埋亦都適用嘅情景就係人哋好敵意啦，能量負面嘅人啦，成日抱怨嘅同事啊、家人啊、朋友啊，家人你可能唔想彈翻去嘅，但係都睇你自己選擇啦。咁啊，進入氣氛緊張嘅會議室啦，俾人針對嘅時候啦，最好咧就可以做呢個鏡像反彈、靈光鏡反衝。呢個係咪嗰啲呢個名咁似幽遊白書嘅風格嘅？
即係你啱講個咩靈光鏡反衝，係咪有呢個咁嘅嘢㗎？好，咁啊有啲同學仔啱啱嘅保護網啦，已經變咗白色嘅紗啦，然後見到金屬銀色好似生命嘅花嘅圖案，啊生命之花圖案，哦咁都幾靚喎呢一個金屬銀色，大家已經開始跟住啲漫畫嚟練啦，係嘛？其實咧有啲漫畫嘅技巧咧係有啲根據嘅，我覺得，尤其是一套叫做《全職獵人》。係啦，今日裏邊嗰啲刑事法嗰啲咧，其實係練緊靈性視覺嘅，我覺得係有啲 work 嘅，係咁啊，當然當參考啦，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咧繼續呢個鏡像嘅反彈啦。咁點樣做咧？又係一樣啦。首先上咗光嘅網先啦。咁因為第一個網已經變咗濾網啊，咁你可以自己改嘅，轉翻做呢個版本先，轉翻做光網，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濾網轉又得。後尾二合一嘅咧，你估下大家？我啱啱個同學仔有個金色太陽型嘅保護網，好靚喎。本身都唔係好大嘅能量保護網，本身好厚啦。而家好似透明嘅能量，但個能量強啲，變咗好密嘅金光圈。好，咁啊，大家啲能量變咗越嚟越濃縮啦，咁啊好好喎，即係開始都自動變咗個形態咧，係好識保護啊。因為如果越擴散個能量密度越低，然後擴散得越多咧，個能量消耗越大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家都好似已經先天識轉咗一啲比較慳電嘅模式。咁而家咧可以考慮下啦。啱啱咧我哋叫做光嘅守護法叫一號仔啦。咁一號可以變呢個二號濾網結界啦。咁亦都可以變呢個三鏡像嘅。問下大家先，可唔可以二加三一齊？如果覺得可以打一，覺得唔可以打二，即係個濾網加鏡像，覺得可以打一，可以打二。世上冇嘢冇可能，喺能量嗰度係話可以話係嘅，喺你意識當中係。好，咁啊，大部分都話一啦。咁咧，如果要做嘅話咧，因為本身嘅能量濾網咧係一夾一個個窿啊。咁如果你要做嘅話咧，可以做雙重保護嘅，即係你係二加三一齊做，就唔可以將個二夾硬變做三。OK，即係你要將呢一個係一層啦，然後再加多層，咁就變咗兩層保護網。咁大家覺得個能量會唔會保護好啲咧？咁會嘅，但係會唔會嘥電咗咧？咁亦都會嘅。OK，除非你本身直情唔 set 呢一個唔過濾啦，所有嘢彈晒，係啦。咁呢個完美鏡子咧，就將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就彈翻去啦。咁包括咩咧？他人嘅喜悅啊，他人嘅安樂啊，嗰啲就冇咗嘅會。OK，咁你可以自己諗下。又或者個二加三嘅新型嘅都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其實係對於我自己個人睇法啦，能量可以話係千變萬化，然後你亦都可以嘗試嘅，因為所有嘢身心靈咧係唔會講絕對，佢亦都冇二元性嘅。咁如果你諗到啦，第一時間你可以諗一個鏡像類網都得嘅，即係包含過濾加鏡像都得。咁呢個就交俾大家去嘗試，因為我自己乜都試嘅。咁啊，當然人哋嗰套嘅理論啦，我盡量都唔喐佢太多。係啦，好啦，咁而家咧，大家可以一齊啦，想像合埋眼又得，開眼都得嘅。嗱，如果大家慣咗合埋眼觀賞咧，開眼觀賞嘅話，都差不多嘅話咧，開眼去觀賞嘅。係啦，咁而家你開始想像翻你嘅能量網啦，開始慢慢變成一個鏡像嘅保護罩，360度啦，無死角啦，光滑如鏡嘅球狀啦，去包圍自己。然後呢個鏡咧，唔係絕緣體喎，佢係咧直接可以睇穿你嘅鏡嘅另一邊，即係佢映照出周圍嘅環境。然後設定個意圖啦，我嘅能量場係一個完美嘅鏡，將唔屬於我嘅能量中性地唔帶任何情緒反彈反射翻轉頭，亦都唔吸收唔抗拒。
再設定多次，我嘅能量場係一個完美嘅鏡，佢將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，好中性啦，不帶情緒反射翻轉頭，我唔會吸收，亦都唔抗拒，只係一個影照嚟嘅啫。再重複一次，我嘅能量係一面完美嘅鏡子，佢將所有唔屬於我嘅能量反射翻轉頭，我唔吸收，亦都唔對抗。咁你都可以做一個簡單嘅觀想，就係一啲負面嘅能量，而家想進入你嘅能量場啦，佢會自動啦撞咗落你個鏡面度，你可以想象叮一聲被彈開都得嘅。咁如果大家長期都開住，突然之間感受到叮一聲，就知咩事啦。即係個感覺，你而家可以 set 定係啲咩提示你嘅能量被干擾嘅。咁呢個你可以 set，可以唔 set 都得嘅。我就冇 set 有聲有反應嘅。咁如果有 set 有咩好處咧？你會知道有冇人能量干擾緊你咯。咁我甚至冇 set 嘅啦，翻轉頭啦，唔使我知道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設定完有咩感覺咧？嗱，記得係感覺行先啦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設定任何嘅保護，睇感覺。當你完成設定後，咁你就可以將意識帶去雙眼啦，然後做深呼吸，慢慢張開雙眼就完成啦。完成咗嘅話就打個三，啊，知道大家完成咗先。啊，我都估到有人問呢個2號同3號個能量網邊個喺入邊，邊個喺出邊咧？其實冇所謂，睇你自己設定。好，咁啊見到有部分嘅完成咗，應該啲覆嘅人比較少喎，可能有啲未完成嘅都。可以幾耐？好啦，其實咧一開頭你練緊嘅時候，應該得幾個小時已經係好叻噶啦。即係啲能量類網啊、反彈啊，因為你冇額外再加能量去維持呢個能量網啦。其實當你嘅意識意圖咧開始冇去理佢咧，佢就慢慢消散噶啦。咁所以咧，通常幾個鐘嘅一頭初學，除非你有額外嘅能力啦，去將佢加強能量啦、維持能量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短啲時間嘅。咁我亦都係分享我自己啦，因為我自己會有一啲嘅，即係之前尋日有提過啦。如果係有一啲能量嘅干擾啦，我會直接反射翻轉頭啦。咁其實我係加咗啲咒音落去嘅，即係有啲持咒嘅。我應該大約1個月左右就持一次咒，一次持就可能十零廿分鐘咁樣咯。係啦，咁呢就加強嘅能量，維持佢嘅穩定度啦。咁樣想問，將身體嘅能量去做保護網，自己嘅存量唔夠會點咧？好，咁咧呢一個因為係大家你都道出一個真相來，因為咧其實你啱啱所有嘅都係用意識帶動噶嘛，意識帶動嘅用緊邊個能量咧？一定係自己嘅，喺能量嘅角度當中，用得自己意識越集中咧，就用得自己嘅能量越多。咁樣唔夠點算咧？原因就係點解會叫大家都做呢個保護咧？因為如果係高敏體質嘅話，本身被能量干擾咧，用嘅能量就仲多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能夠做到保護咧，其實你嘅消耗雖然話會有，但係遠低於環境影響嘅。其實呢啲算唔算好嘥電咧？唔會好嘥電，不過你要記得開咯。即係你間唔中要記得，我就要開保護網，記得就要開保護網。初期就要經常做多啲，但係當你嘅意識習慣咗去開咧，係可以開長啲嘅。好啦，咁我亦都想問一個問題嘅，因為而家開咗2種保護網啦。
啱啱叫大家互相感受啦，即係感受咗鏡面呢一個嘅保護網之外啦，亦都開咗呢個濾網保護網喎。邊個感覺強啲？嗱，正常你有唔同嘅感覺噶嘛，感覺邊個你會覺得強啲、明顯啲？嗱，如果係呢個濾網嘅就打一，如果你覺得鏡面強啲就打二，睇你嘅感覺啦。大家對鏡面有 feel 啲，我哋預計有啲不一樣啊。睇嚟大家都比較渴望彈過去，其實係咪彈走好啲嘅咧？大家係咪好想彈走啲能量啊？而家大家已經係好渴望彈開能量，我已經覺得點解嘅？我預計係啱啱第一個感覺應該大啲，因為呢個能夠吸引到光同愛啊多啲嘢，唔好嘅能量係入唔到。咁大家原來選擇唔好啦，全部呢單嘢唔係我跟開，全部翻轉頭啦。好。咁啊，大概知道大家嘅諗法，應該平時真係受盡折磨啊，已經係厭惡咗種感覺。咁都可以嘅，而家呢段時間做住鏡面先啦，後來可以亦都轉下做濾網啦。咁大家可以互相試下唔同嘅狀態嘅。今日開濾網，聽日開鏡像。咁你可以睇下咧，你嘅人生嗰個能量感覺有冇唔一樣，係要大家試噶啦。好啦，咁呢度咧亦都講翻尋日少少嘅理論啦，咁亦都俾大家知道更加多嘅能量嘅嘢。好啦，琴日有講過清理、淨化同埋轉化呢三個能量啦，呢三種咧都係幫我哋轉翻個能量變做好啲嘅，變翻乾淨嘅能量。咁而咧每個轉化咧都有唔好嘅體驗嘅，即係清理啦，會少咗能量啦；淨化咧，你要不停咁消耗能量啦；轉化你要有個高質嘅能量去幫你做啦。如果唔係轉化過程咧，你要嘥能量啦。好啦，咁而咧今日因為有講過叫做你成為能量嘅主人啦，咁同時間亦都咧會想大家開發自己更加高嘅能量頻率啦，咁咧會建議大家咧去玩一啲嘢去試下嘅，咁咧我哋會如果啦，我哋今次咧嘅體驗咧會嘗試加入靈氣嘅，嗱雖然有部分嘅同學冇學過，有部分嘅學咗啦，因為我見到有啲係我自己嘅學生，咁先問下先，學過靈氣打一，冇學過打二先，等我大概知道個比例。好。咩一半半啊？見到打一嗰啲應該同一啲名好熟口面，應該都係同學仔嚟㗎啦。好，咁啊一半一半，咁好啦。咁就算學過冇學過啦，都體驗下。咁咧呢個咧先解釋下。嗱，轉化本身有弱點嘅，因為要有高質嘅能量，咁會令到你不停咁樣會消耗高質能量啦。一係就人哋幫你做啦，咁你一係你就自己有呢個能量。咁呢個催化劑咧，其實係用靈氣嘅。咁呢個靈氣催化劑有咩好處咧？加入呢個催化劑，你就可以將一個能量做轉化，變咗一個好嘅能量。咁而呢個靈氣催化劑嘅優點咧，就係佢本身係無窮無盡啦。將個管道通咗之後咧，就用得噶啦。咁因為咧今日有部分嘅朋友仔啦，冇學過靈氣，咁我亦都咧嘗試搖佢咧，將個靈氣嘅能量咧去協助你哋去體驗一下，睇下個分別喺邊度。咁呢個靈氣嘅優點講一講啦，可以將負能量轉化做正能量啦，分解中和負能量啦，轉化做有益嘅養分啦。靈氣係宇宙嘅能量，本身無窮無盡，源源不絕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咧其實涉及咗尋日講嘅咧容器之外，有個叫管道。咁呢個靈氣主要講管道多嘅，好少講儲能量。咁呢個咧就係靈氣管道。好啦，咁而今日想俾大家點樣體驗咧？咁咧就想俾大家咧去玩下嗰個能量感官先嘅，OK，係啦。咁而呢個都講解嚟嘅啫，咁啊好快都講咗靈氣係咩嚟先。靈氣係一個宇宙能量啦，比較高頻啦、純正啦、源源不絕嘅。同時間咧，佢亦都係將我哋身體呢個管道嘅能量打通，從而轉化到你嘅能量啦，令到你個身體嘅能量咧可以變咗一個正面啦，同埋一個無負能量殘留嘅地方。因為呢個能量係管道咧，不停咁樣流動，可以沖刷一啲唔好嘅能量。咁所以當你接觸咗靈氣之後咧，佢會越嚟越順嘅個能量。咁而因為你個能量受控制啦，你嘅意識亦都係定翻聚焦翻一個更高嘅頻率，去同宇宙相應。咁
呢一個最尾嘅結果啦，直情會將個負面嘅能量轉化為一個好嘅能量啦。咁呢個就亦都係靈氣能夠帶嚟嘅好處啦。咁點解過往我就係教靈氣咧？因為簡單同埋快，唔需要太多修行嘅時間嘅。咁亦都今日俾大家體驗一下啦。咁而呢一個咧，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叫做用視覺化去理解呢樣嘢啦。咁假設啦，如果啱啱有啲同學仔都發現咗，如果能量唔夠點樣咧？如果做呢一個嘅保護唔夠能量啦，或者好似尋日我哋要做一啲嘅叫做呼吸法啊，即係補充能量，自己個氣啊本身唔夠會點啦？咁咧你就會開始虛耗咗自己能量嘅。但係都係講啦，其實自己練咗自己去保護係有着數多於利多於弊嘅。但係最花嘅咧就係時間去練氣。咁而我哋嘅容器有限嘅話咧，咁好容易就會被污染，我哋叫做即係如果假設我哋嘅水杯細，如果加定墨水就會易污糟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用管道咧，因為我哋本身唔用自己能量啦，所以佢污染你都好啦。其實個宇宙本身無窮嘅能量，唔會被污染得有影響。OK，係啦。咁呢個亦都係主要今日俾大家去玩嘅。咁而呢個管道啦，負能量出現咗嘅時候，透過呢個高頻嘅靈氣啦，直接將佢轉做純正嘅能量，呢個叫轉發。轉發。OK，好啦，咁啊能量只會點咧？冇損耗，只會越嚟越高嘅。好啦，咁啊去到最尾啦。如果假設我哋長期使用嘅話啦，我哋會體驗到天人合一嗱。本身咧，我哋講開嘅就係人境合一嘅，即係高敏人士能夠感受到外界嘅能量啦，已經係能夠連結咗外邊噶啦。但係我哋想唔止連結外邊嗰啲負面情緒啊、他人嘅影響啊、環境嘅能量影響，想連結天宇宙，連結宇宙，再加埋你嘅人嘅容器啦、管道都通咗嘅話，你就開始會自然產生一個更好嘅轉化，會達到一個比較似係叫做順流嘅狀態，即係好似水會自己不停咁樣流，你就唔會加加減減咁複雜啦。OK，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講完理論啦，我最中意係咩咧？理論我唔係特別最中意講嘅，理論我雖然成日都講，但係最好係體驗啦，都係能量體驗為主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有個叫靈氣嘅體驗俾大家啦。咁由於咧我知道大部分人唔中意開 cam，我諗咗個方法，咁咧俾大家去嘗試做呢個能量連結，咁啊非常之簡單嘅，因為我知大家唔中意打字啦，咁咧大家打數字就得啦。只要你而家心目中裏邊出現咗嘅四位數字，一諗到四位數字就打出嚟得噶啦。咁我就會嘗試透過呢位數字，四位數字咧，做一個能量嘅連結，去傳送俾你哋。然後你陣間咧感受下自己有咩感覺啦、感受啦。然後我哋會玩埋一啲手感嘅嗱，大家印象中記得我哋第一日玩嘅手感啦，試過整個能量波波啦，係咪？陣間咧我會試下大家可唔可以隔空再遠啲去玩嘅，因為我會將個靈氣傳送俾你啦，嘗試令你加大個能量體驗。咁當然啦，大家個叫做加大咗都好啦，會唔會有必然嘅結果？唔一定嘅，因為能量我哋主要係體驗玩為主嘅。OK，如果大家陣間太多人玩唔到，我仲有方法俾大家去玩到有啲 feel 為止嘅。OK，好，咁我要拉長啲個通話先，個聊天記錄得拉長啲，咁我先見到晒大家啲數目字。等我立架撐先，等陣啊，攞少少工具幫幫手。好啦，咁啊體驗點玩咧？咁啊其實咧陣間咧你哋伸隻手出嚟啦，好似第一日咁啊。陣間會叫你哋喺手上面咧整個能量波波，但係整之前咧，你而家可以即係使唔使得咁高啦？當然伸出嚟嘅時候咧，我會將個能量傳過去。咁大家而家唔使咁快住啊，我陣間話 ready 嘅時候咧，大家先伸隻手出嚟都唔遲，因為我做少少嘅準備。係啦，咁打四位數字有幾多人打三位數字？咁啊，先講一少少嘅原理啦。點解要打四個數字咧？因為我哋嘅能量連結可以透過相片啦，見到人哋嘅樣啦，見到人哋嘅空間啦，都係傳送嘅。咁而家呢一刻你 set 咗嘅四粒數字啦，就係你而家腦海裏邊彈起嘅能量。OK，咁而呢個能量我可以傳送過去咧，其實都
比較高效嘅。咁所以我都想試下呢一樣嘢俾大家體驗下嘅。我見到 Jax 打三個數字喎，使唔使改改佢？好，咁我準備下先啊，整下再睇。咁我會透過水晶啦、符號啦，因為臼井靈氣最方便就係用符號咧，可以將個能量快速加強。咁咧，今次會加埋嗰啲叫做擴闊思維嘅符號啦，會加一啲嘅高頻能量啦，去嘗試大家咧睇下可以感受到咩程度啊。咁你見我不停咁打符號啦，我想嘗試將所有認識嘅符號咧都打晒落去，大約有30幾個咁上下，所以等我一陣啊。平時我打3、4個嘅啫，咁我今次試下大家高敏體質嘅感受，如果打晒嘅話，有咩感官嘅？就係啲手印。使唔使拆鏡像？唔使嘅，你整伸隻手出嚟話同意接收呢個能量就 OK，因為你打咗呢個 number 就代表你係想接收呢個能量，OK，唔使拆。好，唔錯唔錯。好，咁咧而家咧大家伸隻手出嚟啦，咁我就開始將個能量咧逐個傳送噶啦。咁你陣間感受下手上邊有冇啲能量，咁你亦都唔需要凝聚能量波波嘅，因為第一日叫大家凝聚能量波波啦。咁個能量同呢個有少少不一樣嘅。咁你伸隻手出嚟，咁亦都記得靜心啦，做深呼吸，將個意識去感受下能量嘅流動啦，專注呼吸，放鬆身體啊！記得口訣放鬆身體。如果見到大家撞 number 添，可以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大家隻手心可以對住手心啦，去感受下呢個手心嘅能量先。咁你唔需要凝聚波波嘅，你純粹感受下手心與手心之間有冇感覺。你甚至可以壓去扁啲或者闊啲，睇下咩感覺感受先。你甚至可以合埋眼感受，因為有啲朋友仔咧，如果係高敏合埋眼，會見到手心，即係手與手中間可能會發光啊，佢有能量啊等等。好啦，開始感受完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做一啲嘅動作啦。我哋第一日咧都曾經做過嘅，就係嘗試咧隻手喐下佢。嗱，只需要用啲手指對住另外一隻手掌，你中意用左手右手都冇所謂嘅。用個劍指我哋或者叫兩隻手指督住佢，或者5隻手指督住佢，咁樣轉下轉下，睇下會唔會有一種旋轉嘅感覺，即係另外隻手 feel 到同樣嘅感覺，得放大啲個人先。如果唔知點樣做咧，可以望一望點樣轉，睇下感唔感受到咯。然後另外一隻手轉，睇下左手同右手有冇差別先。咁當然有部分嘅同學都可能會有差別性嘅，轉下佢，轉完啦，然後試下用啲手指咁樣撩下。
逐隻手指撩，逐隻手指撩，係啦。例如手指喐完，中指喐，逐隻喐，然後感受下另外一隻手有冇感覺感受。feel 下佢先，係咪感覺感受？會唔會有喐嘅時候，另外一隻手都 feel 到？咦，好似真係好似刮緊佢喐緊咁樣。斷隻手指計啊，唔係成隻手掌啦，已經斷手指計。好，咁咧我哋會一步一步試嘅。下一個嘅就會試啲咩咧？仍然啦，而家隻手對住佢咁樣轉先，係咪？睇下隻手有冇感覺。嗱，你啱啱有兩隻手試啊嘛，揾一隻轉嘅感覺比較明顯嗰隻，繼續轉住佢先。我估計大家其中一隻手會明顯啲嘅，明顯嗰隻手繼續俾人轉下先，自己轉下去。轉完之後啦，咁而家要做一樣嘢，就咧嘗試咧將呢個劍指轉向出邊嘅空氣，但係你嘅目標咧係呢隻手喎。嗱，呢一個手指出邊，然後你嘅目標轉呢隻手，然後試下轉佢，睇下有冇 feel。正常如果低溫嚟講咧，我記得係冇乜人可以有呢個感覺嘅。而家陣間咧，我哋睇下有幾多人 feel 得到，即係你亂咁轉都得嘅。你中意點樣轉，甚至你用嘅手指對外邊咁樣，隻手指咁樣喐喐喐都得，或者咁樣捻下去都得嘅。睇下另外嗰邊能唔能夠感應到就得噶啦。如果你覺得試完一隻手啊，我想試埋另一隻手得唔得咧？你亦都可以自己咁樣轉，轉完之後就轉外邊。OK，轉完之後就用手指逐隻刮佢，睇下另外呢隻手掌有冇感覺感受都得。試一試佢先。試完嘅手心對住手心，亦都一樣啦。我哋可以咧。好似我哋第一日吸咗佢，咁呢個能量咧就係靈氣嚟嘅，亦都唔係自己能量。咁你可以想象呢個能量啦，分開兩邊，沿住你嘅手心進入你嘅身體啦，即係吸氣入咗個身體，再呼氣帶動佢臍輪，融化喺你嘅臍輪嗰度、丹田嗰度。好啦，做完呢個動作，再睇下隻手仲有冇感覺，有咧就繼續吸，再帶動，做3次，如果都仲有嘅話，拍散佢就得啦。咁樣你要練習，可以開眼同合眼都可以嘅。如果完成咗嘅話，就打個一字，等我知道先。好，咁等埋大家 share 下陣間，或者會問大家啲問題，睇下大家個感覺會唔會可以已經做到第3日。好，大部分人都完成咗啦。咁我會問啲咩問題咧？就係咧，啱啱如果隻手對住嘅時候有 feel 啦，就打個6字。OK，如果佢個手指都 feel 到嘅，逐隻手指都 feel 到嘅，打7字。OK，你喺6、7都可以打嘅。然後第8啦，就係個劍指或者隻手喺外邊喐緊嘅時候，另外呢隻手有 feel 嘅，就打8字。我想睇呢個數據，哦，正！我最期待嘅畫面就係8號仔。嗱，大家應該記得第一日係唔得嘅。OK，第一日應該你咁樣玩，甚至都 feel 唔到嘅。我哋叫做2到氣道咧，應該上次去到第4級嘅手感咧係好少人有嘅。OK，而家我哋第3日啫，再加埋少少嘅能量輔助咧，就去到8啦。
啊六七九應該係六七八，右手左手感覺強啲，右手冇 feel。誒係啦，我呢個我預計都一樣嘅咁啊，當然左右手咧，我哋有時叫做能量未學平衡啊，未做一啲能量嘅協調啊，係某隻手嘅能量係會比較容易流通啲嘅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好多人打八字啦，咁亦都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因為我今日嘅目的就係玩呢樣嘢，係啦。正，咁我透過啲咩講下啦？其實啱話攞工具咧，其實都唔係啲咩特別嘢嚟，嗰啲水晶陣啊，嗰啲叫做水晶七星陣。咁亦都通常我做搖佢咧，都用佢方便啲，唔需要用太多嘅消耗啦、協助嘅工具啦。咁啊，令到對方嘅能量已經產生個轉化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呢一個咧，大家分享下有咩體驗啦？即係啱啱大家有感覺啦，六七八啦，個感覺純粹係有。手指喐嘅感覺啦，另外嗰邊一齊有啊，定係有咩特別啲吉吉麻麻熱啊、吉啊、脹啊、痹啊、靜電啊，邊一啲感覺咧會有？見到大家都打白，真係正，好得意喎嚇！我想話俾你哋聽咧，呢一個如果跟氣功師傅要玩到呢個感應咧，應該冇幾個月應該係唔得嘅。大家已經跨越咗意道同氣道嗰個能量啦，超快係咪？跟住手指頭嘅感覺，涼涼地流動啦。好得意呢種感覺係咪？其實咧呢一個通常我係實體班教嘅，我而家特登試咧係網上睇下得唔得？實驗結果非常之良好，一開始好似水嘅感覺，好，大家感覺都幾好啊，果然係好玩嘅。手指有啲吉吉地啦，波波球有啲熱力啦。你覺得第一日玩同第三日玩嘅差別明唔明顯呢？手指向外嘅時候，左手中心有少少氣流動；手指向外嘅時候，左手手針右手手指咧應該向外，左手手針會有氣流動，會嘅，係啦，即係你呢邊咁樣轉嘅時候，呢個手嘅會喐喐下嘅，啱嘅，係啦，就係啱啱話8號嘅感覺就係你向外喐嘅時候，呢個手會喐，甚至你咁樣向外邊撩緊手指嘅時候，另外隻手咧都可以有 feel 嘅，咁你左右手冇所謂嘅，係啦，總之有呢種感覺就得啦。好，一玩能量時間好快，已經9點半就嚟，係啦，一玩能量就開心啦，就係時間就啜一聲過咗。好啦，咁大家都有唔同嘅感應力啦，亦都叫做由第一日啦到第三日啦，自己睇住自己嘅能量變化同感應力嘅提升啦。咁亦都係我覺得係今次我自己最想做到嘅 Zoom 呢個嘅效果嚟嘅，因為我好想俾大家知道，原來學能量可以好快，但係有時只係唔知個方法，只要知道正確方法啦，學能量嘅速度就會係極速咁樣上升㗎啦。先問下大家記唔記得心法先？嗱，心法咧其實係好重要，心法重要過技巧。例如靜心嘅心法記唔記得？你有需要記得 mark 低佢啊！心法係最值錢嘅，技巧係唔值錢嘅，知唔知啊？啲技巧叫做心法係要好多嘅時間嘅累積啦、得着啦、體驗啦，先能夠講出有效嘅心法。咁我打出嚟啦，大家有需要 copy 佢。假設練呼吸法，記得要專注，專注可能呼吸啦，專注某一樣嘢，OK，然後放鬆，放鬆邊度啊？放鬆身體。我打字好慢啊，發現咗。好啦。
咁我會打專注一點啦，放鬆身體，OK，然後去感受，其實唔複雜嘅，但係好多人都未知咁解嘅，係啦。好啦。咁咧，呢一個咧就係呢幾日啦，其實想大家知道嘅心法啦。其實主要咧，你想感受到能量，做到呢幾點就得啦。咁然後當然啦，有意識嘅控制啊，意識嘅運用啊，呢啲咧都不可缺少嘅。但係只要你有足夠嘅專注程度嘅話，你意識就能夠帶動到能量噶啦。咁而啱啱個體驗啦，主要係因為涉及咗一啲嘅叫做遙距嘅靈氣能量啦，促進呢個能量嘅轉化，從而加速咗你哋嘅能量感受。靈氣最出名係符號啊，可以即刻可以將一啲嘅能量咧帶動到嘅。好啦，咁啊當然都介紹下，因為始終我都係一個身心靈嘅導師，主要教靈氣啦。咁亦都咧想俾大家認識下咧臼井靈氣多少少嘅，因為時間其實都今日都講得好快，咁啊亦都想講啦。其實我哋亦都有個臼井靈氣嘅課程啦。咁呢個真係好隨心嘅，即係覺得自己啱咧，先再留意下都冇問題嘅。OK。咁呢個係我平時教學啦，會同大家互相互動啊，甚至課後有啲嘅活動俾大家互相去認識啊、溝通啊咁樣。咁主要咧都係想大家喺生活上學習啦，互相交流啦。咁呢啲係我出邊參加啲活動啊，去教一啲瑜伽嘅團體去感受能量啊，能量係乜嘢啊？係啦，同其他嘅人去玩一啲嘅工作坊啊，嚟緊會同一個出名嘅身心靈導師去合辦一啲嘅工作坊啦，有啲可能比較出名嘅 YouTuber 啊，或者嘅身心靈導師啊，都會嚟去了解呢樣嘢嘅。好啦，咁而我哋嘅課程好簡單，6日嘅啫。咁啊，唔好看似呢6日好多好少，其實咧都已經好足夠大家去學習，即係呢個身心靈嘅嘢噶啦。咁咧先講一講佢嘅課程架構先啦。其實分咗初中高同埋大師階4階嘅。咁咧第一階咧，我哋叫佢臼井靈氣初階啦。主要咧係想俾大家咧去了解我哋嘅人生角色啦，去破解情緒嘅密碼。因為咧，其實我哋叫做高敏人士嘅話，好容易受到情緒嘅影響啦。咁而外界嘅雜訊不停咁干擾你嘅，原來我哋可以破解咧情緒嘅根源，透過我哋嘅學習咧，可以將啲穿窿嘅能量場啦，唔想接收嘅嘢啦，可以加翻個能量。咁咧，所以初階咧可以將一個問題啦，就係情緒可以堵塞翻佢，令到自己嘅能量減少流失。咁個好處就係你唔會再受一啲外間嘅能量嘅情緒影響啦。咁叫做目標咧，想止咗你嘅能量繼續泄漏啦，淨化。因為咧初階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叫零售打通能量嘅管道噶啦。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想大家能夠穩定你嘅能量場啦。好啦，中階咧會了解遊戲規則嘅，亦都了解自己人生咩角色啊？究竟我哋呢個世界係應該做啲乜嘢嘅咧？或者呢個世界有冇一啲嘅能量係有宇宙法則嘅影響咧？能量嘅共振啦、吸引力法則啦、一啲能量嘅流動嘅原理啦、因果啦等等。如果你了解一啲宇宙嘅法則咧，就好似知道人生遊戲嘅玩法。如果知道咗嘅話，你可以知道一啲信念啦。我哋嘅心叫做定咗位，記唔記得能量嘅 formula？當我哋意識升級，我哋嘅心定好位咧，呢個頻率就開始產生個變化，佢會自動吸引到一啲你自己需要嘅嘢。即係當你覺得自己成日唔好啊，被外邊嘅人影響，其實呢個我唔好我唔配呢樣嘢咧，好多人會有嘅，即係我唔值得有更好嘅嘢。近來發現咗好多，同時間咧，亦都好多人喺身邊干擾你。舉個例子啦，你想創業又好啊，你想自己有啲人生嘅規劃啊，身邊嘅人唔認同你咧，就打沉咗你噶啦。但係學識咗之後，打破你嘅限制啦，你個頻率調咗之後咧，你發現咗咧，你更加容易達成你目標，你嘅容器因為大啦，你嘅意識提升啦，能量嘅流動會更加快啦，會體驗到宇宙嘅信息，係啦。咁而啱講到宇宙信息啦，而高階咧就正正就係講宇宙嘅信息，點樣接收信息去決策啊。即係有時我哋做人生好多決定嘅，但係原來有啲決定係唔係自己揀咧，係會行咗捷徑。咁所以如果我哋本身啱啱由初階啦，如果係假設能量穿窿嘅話，開始學識調頻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仲未連結到宇宙嘅話，咁其實咧都未能夠接收宇宙嘅信息。而高階嘅課程就係接收宇宙嘅信息，等你天同人可以共鳴，因為大家喺呢個嘅高敏族群當中啦，人境合一咧係容易嘅。
但係要 set 到天人合一咧，就要開始感受下自己嘅定位啦。咁啊，你點樣將個能量嘅管道擴闊啦，變得更加純正啦？咁你就開始會自然流動噶啦。你會成為一個純粹嘅管道，進入一個順流狀態，同宇宙共同創造顯化。呢個能量係最大嘅，叫做不費力嘅顯化。咁當然過程當中由亂嘅、污糟嘅容器清乾淨，從而成為管道。嗱，管道咧喺我哋 Day One 講過嘅，就係如果呢個管道打開咗嘅能量，你就會自然流動噶啦。描述下先，管道。OK，打通咗之後，能量會自己流動嘅。OK，咁個管道越闊，流動得越大。咁假設個管道闊過我啦，咁即係咧我自己嘅能量已經係冇特別話係限唔限制自己啦。咁呢個已經係咧，你用緊一個靈氣嘅能量去實行你嘅人生。OK，好啦，咁而大師班啦，當然再高一級啦，叫做將個人嘅管道咧，去開始連結源頭嘅能量。即係宇宙嘅能量啦。咁第一個優點，大師階可以將呢一個幫對方調頻。咁其實大家啱啱都體驗過嘅，即係比較叫做簡化版啦。本身由低 a feel 唔到呢個能量，OK，隔空嘅手指冇咁靈敏嘅，就可以幫助人哋打通個管道，靈氣就非常之快嘅。最出名就係打通管道噶啦。咁亦都可以接收個管道咧，從而對方馬上用到能量。咁點解我會中意教靈氣咧？原因就係咧，我發現咗大家唔係咁中意修行上嘅枯燥嘅練習。例如好似啱啱大家第二日啦，會聽咗啲好有趣嘅呼吸法。但係如果日日叫你去練，練到3年、10年，你會唔會持續練咧？我見到而家嘅都市人比較冇呢個恒心，咁所以咧就會係靈氣比較適合大家多啲嘅，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路徑啦，令大家嘅能量可以提升。咁第二啦，亦都持續擴充自己能量，因為幫人哋擴充能量之餘咧，自己嘅能量都會擴充。咁你嘅容器會開始變到更加大啦，你變做一個無邊嘅水庫，因為你已經唔係用自己嘅能量，係同呢個宇宙嘅水庫共存。OK，係啦。咁啊最尾啦，咁亦都如果假設大家有興趣嘅話啦，亦都可以踏上呢一個療癒師或者導師之路嘅，因為當一個高問題啫啦。其實如果你哋有印象嘅話咧，一啲身心靈導師又好啦，或者你遇過嘅人咧，都話你有呢方面要行嘅路嘅，因為你哋唔使練已經人境合一，係啦。咁所以行呢條路係相對地容易啲，叫容易連結宇宙啦，容易連結能量啦，與他人嘅連結啦，開始成為一個能量嘅節點去幫助人哋達到更加高嘅層次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嘅整個臼井靈氣嘅架構啦。咁而亦都價錢方面啦，我發現咗咧今次嘅 PowerPoint 啊都非常之嚴重中二病嘅。好啦，咁呢個係一個證書課程嚟啦，有個國際認可性喺度嘅。咁啊，初階1300蚊啦，中階2300，高階3300，大師階咧就8000蚊。咁如果假設逐級去報讀嘅話咧，就會係14,900蚊嘅。咁而我哋而家咧亦都有個叫做全階一次過合報嘅優惠啦。就會係1萬蚊咧，就包晒4個級別。咁對於價錢嚟計啦，如果大家有睇過臼井靈氣嘅話咧，出邊一個大師階咧就大約12,000至13,000蚊嘅，未包初中高階。咁而我嘅課程嘅優惠啦，叫做全部報晒嘅話咧，1萬蚊咧就包晒呢4階㗎啦。咁同時間咧，我哋比較着重嘅唔單止教技巧啦，亦都着重大家嘅個人成長嘅。例如我會陪大家一步一步啦。去學習。假設大家上完堂唔識喎，點算咧？翻嚟有練習日咯，學完練習日，咁樣會教嘅嘢咧，除咗臼井靈氣以外嘅都會教嘅。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啦，主要教臼井靈氣做一個打通管道之外咧，我哋嘅練習日咧，例如大師班嘅練習日咧，係會練一啲遙視嘅超感官啦，會練一啲嘅技術嘢啦，甚至超感官嘅提升啦，都會喺大師練習日嗰度會有嘅。我哋每月都會有一日大師練習日，學完練習日咧，亦都會喺我哋嘅每月啦，都有一日係初中高嘅大師，初中高班嘅技術嘅磨練，係啦，提升手感啊，用手感受對方嘅疾病喺邊度啊，呢啲咧就可以繼續練啦。咁而亦都有個叫學員嘅零售日，零售咧攞嚟打通管道嘅，例如你覺得啊，我打通一次唔夠，我想持續
做嘅得唔得咧？可以翻嚟做就得噶啦。我哋呢一個咧叫做 join 咗我哋嘅全部全街嘅課程咧，就已經包晒呢一啲。咁間中亦都有啲線上讀書會啦，每月都有一本書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另外亦都如果報讀我哋嘅全街啦，無限嘅復課，每年復課一次啊，係啦，每年可以一次復課，初中高大師階都可以復課嘅。咁因為有啲同學仔學完一次，死咯驚我記得唔清楚喎，可以復課再練習。同埋啦，亦都我哋叫做想形成一個群體啦，因為尤其是高敏族群咧，係好難以被身邊嘅人理解啊。但係喺我哋呢一個嘅群組當中啦，好多都係學過能量啦、高敏族群啦，甚至冇乜能量感應，面對有能量感應啦。咁我哋呢一班嘅朋友仔咧，就可以同你分享下啲能量上嘅嘢，比較容易溝通啦、交流嘅。咁而我哋而家亦都有個優惠啦，除咗1萬蚊嘅課程包晒扣仔靈氣之外啦，我哋咧亦都會送埋金錢靈氣啦，係啦，金錢靈氣就專係講金錢嘅頻率啦。咁另外亦都會送一個咧七星陣嘅持續能量保護30天，係啦。咁原本888蚊嘅，即係例如大家啱啱透過隻手啦感受到嘅能量啦，其實係透過七星陣嘅能量幫你哋即刻迅速提升嘅。咁而我哋亦都有本身做開七星陣嘅服務咧，係幫人哋持續提升能量啦，或者提供一個能量保護。咁而咧亦都可以送埋嘅，即係我哋一個價錢咧1萬蚊就包晒金錢靈氣啦。7日嘅30日嘅能量保護啦，再加埋一啲嘅持續成長嘅嘢，係啦。咁當然如果有興趣報名嘅話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我哋啦。我又發現咗連報名嘅方法都冇打到落去。好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臼井靈氣嘅課程規劃啦。咁如果想報名嘅，好簡單啫，可以打呢個WhatsApp number 俾大家。咁咧，你只要聯絡呢個 number 咧，就可以用呢個優惠價去報名啦。咁而嗰個贈送嘅限時贈送啦，係送5名嘅，即係例如如果首5名登記嘅話，就會送金錢靈氣啦，會送能量嗰個轉發，係啦，咁就係咁簡單啦。好，咁啊，亦都時間咧叫做好趕啦，咁啊亦都快速講咗一個臼井靈氣架構。咁喺呢3日當中，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咧，亦都可以而家呢個時候 Q&A 問我嘅。臼井靈氣嘅符號喺邊度嚟嘅咧？嗱，靈氣嘅源頭喺邊度咧？靈氣嘅源頭叫做宇宙嘅能量。嗱，如果上網一揾咧，好簡單，佢定義就係靈氣係宇宙嘅能量。主要呢個能量係幫助我哋提升免疫力啦，提升保護能力啦，提升康復能力。同時間咧，佢亦都唔單止係叫做 V 運運嘅能量嚟嘅，因為啱啱今日啊，或者呢幾日啊，主要叫大家去感受個能量啦，去 feel 下啦。咁而喺靈氣嘅角度嚟講咧，佢有醫學嘅報告嘅。如果大家上網揾靈氣嘅臨床實驗啊，佢嘅認可性啊，其實喺西方嘅醫院都用緊。咁所以呢個能量咧叫做用宇宙嘅能量啦，同時間係有科學嘅根據，有科學家研究嘅。咁而科學研究通常都係博士嘅級別。咁而啲符號邊度嚟咧？好簡單啫，就係透過一啲嘅臼井靈氣嘅大師，就係佢哋喺冥想嘅時候啦，或者叫接收信息嘅時候啦，得到呢一個嘅符號，從而咧去教大家用。符號係咩嚟嘅咧？快速使用能量。咁我舉個簡單例子咧，符號咧去到好後期可以唔用嘅，但係初期好緊要，就係學得快唔快。我舉個簡單例子令你明白個道理先。嗱，其實宗教嘅符號就唔特別講啦，咁啊靈氣嘅符號好簡單嘅。例如假設我哋有個叫做情緒嘅符號啦，咁如果假設我直接叫大家你想將個情緒符號諗俾我咁樣，你諗唔到嘅。咁甚至有個叫時空嘅符號，叫遙距符號啦，叫你不如你 show 個時空嘅能量俾我咧。就算你有呢方面嘅感官，你都諗唔到呢個能量嘅頻率嘅。咁而家諗唔到點算咧？就會透過一個符號嘅形狀，然後咧只需要將呢個符號畫咗之後，就具備呢個頻率啦。咁其實啱啱咧，大家感受能量嘅過程當中啦，我繪畫咗啲符號咧，就提升大家嘅能量感應，從而令大家去嘗試 feel。咁當然有個叫時空符號喺裏邊，超越時間同空間，去到只需要打任何嘅連結性嘅文字也好啊，説話也好啊，都可以加強呢個 connection。
從而可以馬上用到嘅，係啦。咁嘅來源就係宇宙，咁嘅符號嘅功用就係加速使用能量。咁當你熟咗個頻率，你唔用話符號都得嘅，亦都可以唔用工具都得。有咧就可以叫做快手啲。好，感謝分享，小草除救生，我見到個價錢覺得十分抵啊，係啊，冇錯。咁啊，大家可能報名嘅時候送嘅嘢冇而家咁多嘅，咁啊亦都叫做限時優惠啦。咁啊喺我哋個網上面咧，只會見到1萬蚊，就係全街就冇咁多嘢送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送就送咗金錢靈氣啦，亦都送埋嗰個七星陣，係。咁其實我哋有個 list 嘅，係嗰個金額，其實講到好大，不過我覺得講個意思不太大，主要都俾大家知道嗰個靈氣係咩啦，係啦，有興趣亦都可以自行報名就得啦。咁報名嘅就係 WhatsApp 我哋嘅小助手960880咧，係我哋嘅小助手嚟嘅，有興趣就係揾佢啦。好，有冇疑問想問？如果有嘅可以繼續問。咁我哋咧就9點45分咧就落播啦。咁唔單止問臼井靈氣嘅嘢嘅喎，你可以問關於早2日關於能量嘅嘢啦，或者呢幾日嘅體驗啦，學完之後有咩嘅唔明白啊，都可以問我嘅。咁我係最中意咧就係回答大家嘅迷思。睇下先，呢幾個 WhatsApp 好，有人問我阿卡西，好，想問實體課定係網上？我哋得實體課咋。係啦，雖然可以能量可以網上教，但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傳統啲。係啦，傳統嘅靈氣咧唔能夠網上去教授嘅，只能夠去實體。係啦，咁啊你可以理解就係而家網上嘅世界已經見唔到樣噶啦，咁我唔想教咗學生連個樣都未見過。咁二嚟啦，我覺得能量唔係短時間去學嘅，係持續去提升會好啲。咁因為我哋亦都建立咗一個叫做社群啦，咁其實幾寶貴嘅。大家如果真係想翻嚟練啦，翻嚟學習啊，互相成長啊，咁我覺得係重要過學完個技巧就算係啦。6日係上齊晒4階，冇錯。初階一天，中階一天，去到大師高班一天，大師階就3天啦。咁啊總數6日係啦。咁而我可以俾個大約嘅時間表大家睇一睇嘅，即係我哋嘅時間表。等我一陣啊，等我開個 PowerPoint，因為今日咧冇諗住全部講嗰個學嗰個內容，即係臼井靈氣嘅內容，咁所以準備嘅唔係好多。等一陣啊，等我開翻啲舊嘅 PowerPoint 先。例如上課時間啊嗰啲，通常都多人問嘅，但我都開埋個 PowerPoint。稍等我陣啊，我剪剪貼貼先。咁大家亦都可以拉用 IG 啦，或者 Facebook 啦，咁可以知道我哋嘅 schedule 啦。咁我等我開咗俾大家睇先。好啦，咁而家熒光幕咧應該見到我哋嘅時間表啦。咁呢個5月時間表啦，咁其實咧亦都係睇到我哋嘅大約嘅架構啦。咁其實我哋嘅時間表出到6月嘅，咁有興趣可以去我哋嘅 IG。咁例如今日啦，13、14、15號啦，咁就做緊呢個線上 Zoom 啦。咁聽日咧就會有高級班，仲有體驗班。咁另外仲有個卡路里靈氣啦，即係唔同嘅課程。咁主要睇例如初班，一開頭報名啦，報初班。咁咧，你只需要見到我哋時間表有呢個咧，你就可以揀嘅啦。例如我揀完呢個初班，咦就唔到喎，我想行一上。我哋每個月咧初班會有2至3天嘅，好啦。例如星期六上唔到，星期三啦，星期三唔得嘅，31號都有嘅，係啦。咁而到中班啦，咁假設我報完2月呢一個即係2號嘅初班，我想報呢個中班咧，咁你見到時間表有咧，就可以直接報噶啦。咁當然啦，一定要上完初班先係上中先上高，係啦。
咁而個時間，例如，我上完呢個初班，我呢個上唔到嘅，咁你下個月先上到得嘅。例如，我見到13號有喎，咁我想上呢個，又或者我去到下個月6月見到，啱我時間喎，我就報都得啦。咁而我哋嘅上課時間冇限時，幾時完成嘅？最緊要係就翻自己鬆動就得啦。咁而我哋每個月啱提到有練習日啦，例如，OK，練習日喺呢度。嚟星期日呢度有個叫手療日啦，有零售日啦，大師班練習日啦，呢度已經有3個 section 俾大家噶啦，可以練手療，即係用手幫人用療愈啦，仲有零售打通管道啦，大師班練習日練超感官啦，喺我哋呢個10號咧就教大家元神功嘅嗰日已經教咗啦，當然好啦，另外啦呢度仲有個學員練習日，亦都係教翻初中高嘅嘢多啲嘅。咁甚至我哋有時啦，會同唔同嘅導師 cross over 嘅，例如我教阿卡西啦，我自己，咁然後亦都知道自己有啲學生都教緊阿卡西喎，咁我哋咧就會 group 埋佢嘅學生加我嘅學生咧，互相交流、互相成長嘅，係啦。咁會有呢啲嘅活動，仲有讀書會啦，呢啲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去聽下我哋嘅讀書會，講下每啲書嘅智慧，係啦。咁上課時間咧，你會見到寫住11點嘅。咁通常我哋11至6，11點至6點，中途咧會有1個鐘食飯，係啦，11點至6點。咁而通常都預多少少時間啦，因為有時會 overrun 嘅。例如我自己好想分享能量嘅嘢嘅，通常都會超少少時嘅，係啦，俾大家知道，係啦，講到停唔到後嘅。係咁呢個咧仲有時間啦，11至6啦。咁而大師班咧就會有3天噶啦，係啦，就咁。基本上我哋嘅內容都係咁簡單嘅啫。咁我報名可以直接 scan 呢個 QR code 咧，就會飛咗呢個 WhatsApp 嘅。好啦，咁你總價先6萬幾蚊，點樣嚟嘅咧？俾大家大概睇下先。係啦，咁其實都係會有呢一個嘅臼井靈氣啦，然後一啲持續成長復課嘅價錢啦，咁啊計埋一堆啦，咁啊計下當係咁大嘅啫。咁但係唔使睇咁多嘅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咧，1萬蚊咧就包晒所有嘢，就咁。好，就係咁啦。有冇疑問？如果冇嘅話，咁今日時間亦都差不多啦。咁樣有需要查詢關於靈氣又好啊，關於靈性嘅想 share 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。好，俾咗3分鐘時間，大家冇我就落播。咁而呢個咧亦都會有重播嘅。今晚呢一個嘅線上咧重播會去到聽日，即係5月16號嘅11點59分咧就會冇咗噶啦。咁我哋會放上 YouTube。嗱，即係如果你有朋友好想俾佢聽下喎，咁你就可以 send 翻個 YouTube link 咧俾佢哋去學習嘅。OK，好。咁如果冇乜特別嘢問嘅話，就先感謝大家呢3日啦，都陪伴我去一齊分享啦。咁其實大家咧都我自己得着都好大嘅，因為今次嘅遙距嘅能量啦，去加入去你哋嘅手咧，我想睇下個級別去到邊。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研究能量嘅人，因為我唔會覺得自己學完就識晒所有嘢，所以我想睇下大家嘅反應啦，個數據啦，我係覺得係超好玩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啱啱嘅 feedback 啦，對於我嚟講非常之珍貴，即係原來由 day one 大家嘅手感係去到 level 3嘅。因為我以為，因為我初頭嘅預計啦，因為我會預計大家嘅反應，咁啊 day one 會唔會大家已經去 level 4咧？即係已經一喐已經係意到就氣到啦？咦，原來未得喎，咁我會調整我嘅思維，去開始對唔同嘅能量嘅人嘅認知，咁樣喺我未來嘅教學會更加精準啊！咁所以我係超級中意玩能量嘅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感謝大家呢幾日嘅陪伴啦，亦都令我自己都獲益良多。好啦，咁今日到呢度啦，咁啊，感謝大家，拜拜，再見了。